想到要离开迄一天的时阵哦，我每行一步，心肝就真痛痛。迄当中我甲家己讲，我一定要有信心，总有一天哦，会当甲慧文行阁买倒转来。今仔日哦，这个愿望总算实现啊！嫂啊，人伫做天你看啦，你遮尔啊拍拼，搁遮尔有信心吼，天公伯啊，甲咱头家哦，一定会带你保庇啊！今仔搁转来遮哦，吼，我规个人精神拢爽起来。阿三嘛，那精神好，莫赶紧的，大家斗相共，倒啊以后紧白白拖甲扫扫紧的。啊对哦，钱嫂这句话我上介意听啊！咱去扫扫的哦，我打会员哦，重新搁开起来。好，我去摕扫帚。紧来，三万，我来给倒推啦。斗相共紧的。阿嫂，恭喜你哦！我若莫遐尔爱博，咱嘛免食遐尔济苦。洗一啉，才搁转来到车行。甲想想的，实在是真感慨。嘛真怨叹，家己较早是安那遐尔放荡。静啊，虽然讲洗一大啉，啊，不过真有意义啊。你想看嘛？若是安尼，咱嘛袂做翁仔某。你今日嘛袂变啊遮拍拼。是啦，为着这间车行吼，咱一家口会当变成讲这尔啊甘心，实在是真甘心。唉，春秀啊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坚持，咱庄家吼才有今仔日改变。你安尼哦，阿母足甘心、足欢喜的，你算是阿母的好媳妇。妈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顶多吼，我要甲恁大家说多谢呢。若是无恁大家甲我照顾哦，啊为了这个愿望，唔惊艰苦，啊大家做伙拍拼，嘛无今仔日啦。尤其是迄个小姐啊，甲丽雪啊，自从因答应要甲斗相共了后，因就真拼细做，真认真。小姐啊，丽雪。真多谢你为我做这么多代志。嫂啊，你若讲到这，我就感觉真见笑啦。阮从头到尾也拢无甲伊出着力啦。今仔日这间火行厅买倒转来，完全是苏金福家己良心发现。我甲算下到尾啊，也是趁无够遐钱来斗相共啊。小姐啊，话唔是安尼讲啦，就从你迄拍拼3个月吼，袂输。我甲阿三做的呢，即摆生意吼比较早搁较好，啊钱吼嘛赚搁较济呢。安尼就当证明吼，只要咱大家共心哦，这未来吼一定有希望的啦。对，哦，来一啦，哦，你嫂哪你学到干呢哦？你甲加拍拼了哦，爱做我看哦。会啦，嘛望你牵成啊，你熟悉阮讲较济。若有闲，才带你遐阮这朋友来我电话甲交关。啊，这当然无问题啊，改我阿三顶管就好。哈，来讲讲这啦，安尼坐遮久，我甲本数拖拖掉，拼。啊，对。哎，啊算了，你坐。啊真啊，你煞袂记？哦，啊算了，有新的搁去做。啊，你要不要去做呢？你说啦，你有心哦。是啊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天公伯啊吼，真疼惜咱庄家呢，互咱安尼双喜临门啊。对啦，我知影，你有这个福气吼，你这间火运行，一定是帮丽雪巴肚内迄囡仔福气的啦。哎呦，海俊啊，你真厉害哦！
哦，啊，这段时间哦，你搁爱卖果汁，搁爱送便当，哇，啊，就足无闲啊，啊，哪有才有时间做迄的做人啊？哎呦，有哪行啦？宽仁啊，啊你来走来。妈妈，我要互你看一个物件，啊是啥物物件？对我来你就知影啊。宽仁啊，啊你送妈妈来讲，毋是要创啥？就是这脚踏车？你想要叫妈妈搁教你骑脚踏车是哦？妈妈，唔是啦，随便开互你看啦。你是讲你会晓骑？嗯你真是会晓骑？嗯，妈妈，我开互你看哦。好，好，妈妈看。搁小等一下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咱来安尼。好啦，今日是阿嫂的好日子，爱家己画较水的啊。唔免啦，凊彩画画就好啊。阿嫂，你生甲遮尔水，我若无甲你画甲亲像亲娘共款，哪会用的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请假阿三仔来车行迄边，传好势等恁来。啊，不过你爱较紧的哦，唔通耽误了时辰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先去啦。好，嫂啊，我先来吼。嫂啊，你今日看起来真有精神，真水呢，亲像一朵花共款。有你安尼讲吼，我拢歹势起来。袂使啦，你嘛真水啊！阿嫂，今日是你的好日，啊，你来咧讨大气？无啦，那间车行哦，重新开幕，我实在足欢喜的，嘛感觉真安慰。当初时，我对有着所讲的话哦，总算讲会当实现啊啦。我真感谢妈妈，嘛真感谢你，感谢小青啊，啊，还有阿三啊。真感谢天公伯，我会当亲目睭哦，看到车行转来咱庄家。阿嫂，人哋讲吼，天公欠好人啊。阿嫂，你身体遮尔好，还阁遮认真咧做，天公伯啊吼，一定是真感动。所以你才有这个机会啊，这拢嘛是阿嫂你家己打拼得来的。毋是啦，是大家吼甲我斗相共啊。啊，我这个病吼，我毋知会当拖偌久啊。我足惊讲互大家失望，我就甲车行做起来。阿嫂，既然自有天相啦，我相信讲吼，阿嫂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，啊，车行吼嘛会愈开愈大啦。袂使啦，真多谢你，我嘛祝福你啦。祝福我。是啊，
即马有心啊，我祝福你甲你的囡仔哦，有一个真美满的将来。多享受。真秀啊，你今日哦，真是加真好呢。你只要倒下脚转来吼，公家拢准备好啊，赶快过去。妈，袂算啊，我想要甲幼着讲两句话啦。哦。幼着啊，今仔是咱的车行重新开幕，我想你心内一定真欢喜，对无？啊，过去咱吃这么济苦，受这么济拖磨，总算讲哦，有一个好的结果啦。幼着啊，我嘛真希望讲，将这个车行久久长长家开落去。以后等款人大汉哦，会当将这个车行交互伊继续做落去，会当完成你的愿望。啊，毋过有寡代志吼，毋是咱心肝安尼想对当安尼做的啊。即马我的身体，有着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会当了解我，对无？即马咱款人啊吼，实在是真捌代志，啊，我嘛真放心。以后款人哦，一定会变甲你希望的迄种款啊，会做一个真正的查某囝。春秀啊，来，我来去。妈，啊，款人啊咧？啊，什么？家己若讲要去车行，我就派缀后壁去。假是同齐去车行的款，咱来去。好，过来啊！款人啊，啊，你是走去倒？毋是去车行哦？妈妈，我去要坐啦，这互你挂。我看有人开幕的时阵，拢有挂红社会哦。安尼哦，甲妈妈挂。真好。春秀啊，那我来去啊。好啊，来行。伤悬啦，较低淡薄啦，较低啦。安尼咧，搁较低一点啊。我较低。啊，伤低啊啦，较悬一点啊啦。啊安尼咧。哎呦呦，超过啊啦，搁较低，搁较低。哦，啊你那么一个悬一个低，啊你到底是要悬还是要低？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哎，头家娘，你拢来啊？哎呦，哎，头家娘啊，你甲这位足水的呢。当然嘛水，这是我特别去替阮妈妈选的。哎呦，你搁真有心，真友好呢。啊，迄钱是谁开啊？我家己的啊，妈妈给我的零用钱，我拢嘛捡起来。真乖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好啊啦，嫂，今麦都计时，听我挂看板啊，我今麦来甲看板挂起来。等看板哦挂起来了哦，咱就来正式开幕啊啦。来，哎呦，挂起来喽，挂起来喽！小等呢，小姐啊，我挂好不？你，嫂啊，啊，不过你的身体，春秀啊，妈，我捌讲过，有一天，我你要亲手就看板挂起呢，所以我拜托恁，互我挂好不？小姐啊，互我挂啦。
真啊，你若说吼，等即工等足久啊，我看互伊挂好啦。好。款钱啊，款钱，妈，你爱下家即个空房，有爸爸对你的希望，敢嘛我对你的爱，你爱好保存伊，爱护伊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妈妈，我一定会把这个扛棒顾好啊。唔奈顾会好，咱即间车店哦，你莫顾会掉。会啦。春秀啊，较细哩啊。知啦。什么？敢问题我？我开，我开，我开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情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桃源也